伤寒找公司的人数增加，早起伫家人就有一个阿伯，乃像因为安尼失去喘气心跳。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美国司法部以4项罪名起诉，上当关规4人，头一届出庭坚持无要认罪。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强烈冷气团眼台湾天气冷叽叽。根据统计，最近6天有181人因为天气伤寒请公司。今仔日早起，家人就有一个阿伯，那像是因为安尼失去喘气心跳。另外，受到温度反起反落的影响，真侪人道的态度拢出现扑起来甚至憋气的状况。天气民众若是有发现各样，就要提早防范。我要上去哪里？连岗。技术夜冲草山，经过冷水坑刷身体室温寒到无法度骑车落山，这当卡以救化救。天气冷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所谓的低体温，加上这个血管可能又扩张之后又收缩，而造成所谓的血压上升，血压波动情况会变得更加剧烈。天气冷，注意穿较少的，尤其这几日温度继续降。消防署统计，看年的起到初5，患者因为来考疾病，到以前无喘气心跳，全台累计有181人。一日拢超过20人，初5比初4甚至加12人，一日就有35人。警消讲破车窗扛出驾驶，同款是非创伤的紧急救护案。初6也阁发生，车内变化65岁透早去家人的坎仔顶鱼市买鱼，突然身体无爽快，伫车顶休困，也毋过过伤久无转去，亲友着急找人，方发现已经无生命现象，亲像天气冷，雄雄死亡，也毋过确实死因有待厘清。疑似因身体不适返回车上休息，相关事发原因目前正由警方采证鉴识厘清。天气冷诱发的状况侪伫健康方面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过来有未少骑家的态度陆续出现扑起来甚至破裂情况。2大关键因素，除了温度以外，有的是施工因素，变成这个瓷砖跟这个砂浆就粘不好。空气再去进入，空气、混凝土、砂浆的热膨胀系数又比瓷砖还大，就把瓷砖一带就造成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应力产生。民间厝的态度造成灾害，都是发生碰撞现象。除了经过甲环境因素，专家分析，甲气温的转变，尤其变冷，也是一项主要原因。建议轻轻卡出来态度，只要听到空鼓音，就代表可能有各样，爱提前做好防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日本东京关今仔日发生规模6.4的地震，深度10公里左右，是摇甲真大力。4个围海地区拢会当感受到，上大震度有5强。除了震度以外，这日本的气象厅针对规模较大、摇超过2秒、佮摇较大力、佮较慢的这款长周期地震，佮另外设施的等级来呈现对大楼造成影响的程度。数字愈大，就代表愈激烈。也即届伫咧鸟取县就有观测到上悬等级4级的长周期地震，也就是讲，这大楼内底人会徛袂在，无固定好势家具，可能会刷动、倒去，壁倒会出现壁损，就知影这款地震是有偌强。就连台湾人改去的大阪甲福冈嘛有咧摇，新干线的新大阪站到普渡站的列车嘛受到地震的影响停驶。专家就提醒讲，未来1礼拜内是可能会阁出现上大震度5强左右的地震，尤其是这2-3天就要特别注意。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甲因看守已经被押去纽约的法院，伫咧美东时间1月初5头一届出庭受审。伊予美国司法部以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4项罪名起诉，相当会当判治4人在家。不过伫咧法庭，马杜罗是犹原坚持讲家己是无辜的，佮批评美国政府甲绑票，强调家己也是委内瑞拉合法的总统。因因太太是看起来身躯顶有乌青。伊讲这是美军咧掠人的过程，害伊造成严重的伤害，致使伊的髌仔骨受伤，需要医疗检查。这届出庭面对所有的指控，因2个翁仔某是完全无要认罪。后回出庭的时间是3月17，外界就预期讲，这马杜罗可能是以外国元首有刑事赦免权来做理由，要求撤销对伊的指控。伫相机内底是马杜罗翁仔某，因对纽约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进入曼哈顿。马杜罗甲伊的看守穿加甲发的卡其色套装，感觉色的鞋仔、双脚拢磕开，搁来互转押去装甲车送去法院。这个路上警方设下真侪路障，
海附近的重要区域也禁止行人通行。高度戒备的议案，就是为着未来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头一届审判。主审的法官是即马92岁海利斯坦。 专门审恐怖主义、甲国安等等重大案件。根据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马杜罗过去25年滥杀利用公职，严重贪污，并且走私大量的毒品去美国，主要是毒品、恐怖主义、淫庙罪等4项罪名。伊的看守嘛要面对走私淫庙罪等等侪项罪名。不过马杜罗甲伊的看守不得律师拢伫法庭坚持家己无罪。马杜罗佫讲家己有缘是未来瑞拉的总统。Typically, the head of state can't be prosecuted. Now, an important caveat is. It ha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as recogniz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法庭上，马杜罗翁仔某拢表示家己是互绑票来的。马杜罗做大量的笔记，不得律师是要求做医疗检查，因为美军掠人的时，伊的鼻肋骨可能有骨折，或者是严重的乌青。规个审判大约半点钟，后一场聆讯是3月17。I don't think there's a deal to be had in this cas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Maduro, given how defiant he was in court today and the fact that any plea would effectively be a life sentence in federal priso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针对川普这场跨境的军事行动，掠别国的元首，敢有违反国际法，还是联合国宪章？美国的法律专家表示，按算司法部会提出的观点是，美国对任何将毒品输入美国境内的人，拢有司法的管辖权，无论伊敢有美国籍。因那马杜罗的律师普拉克，捌担任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松奇的律师。 伊讲会提出大量的文件应对法律的挑战。一般料准讲马杜罗可能会以外国元首有刑事豁免权做理由，要求撤销对伊的指控。There's case law going back to the 1800s where the Supreme Court said even if someone is unlawfully kidnapped and brou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long as the underlying indictment is valid and there's evidence to move forwar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ffect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s. 因为为着防止非法的资产外流，瑞士联邦委员会也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冻结马杜罗伫瑞士境内所有资产，并且即时生效，有效期间是4年。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美军大规模攻击委内瑞拉掠走总统因翁仔某，针对这个行动，美国派出约200人、150只军机，而且无任何伤亡。国防部长对外说明行动的时，佫呛讲，这罗西亚提供防空系统无啥作用。 美军伫车衫毒袭委内瑞拉，逮捕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和因某弗罗雷斯。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表示讲，这摆军事行动派出超过150架军机，而且佫讲出毒袭首都卡拉卡斯的具体人数。 3 nights ago, in downtown Caracas in Venezuela, as nearly 200 of our greatest Americans went downtown in Caracas. Seems those Russian air defenses didn't quite work so well, did they? Downtown Caracas. And grabbed an indicted individual wanted by American justice in support of law enforcement without a single American killed, reestablishing deterrence. 马杜罗翁仔某上尾藏的地点，就是委内瑞拉境内上大的军事基地蒂乌纳堡，这嘛是美军的攻击目标之一。 蒂乌纳堡毋但是国防部的所在地，内面佫有设军事学院，含会当地几千个士兵含管束的宿舍。蒂乌纳堡的卫星相片风逼出来了后，含去年12月翕到的景象来比，伊的军事建筑含设备，会使讲是规个拢风暴甲歹去，已经变作废墟。除了马杜罗，美国总统川普嘛点名委内瑞拉隔壁的哥伦比亚总统裴佐，川普指控裴佐是卖毒的，佮讲这个南美洲国家是叛变甲真严重，互介意制作可卡因，而且去美国的有病的查甫人来统治，而且佫讲对哥伦比亚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主意听起来袂歹。对这批做是攻击川普的不当干预，除了要求川普停止诽谤，佫讲为着国家，伊将有可能佫一摆甲武器摕出来。另外，川普佫对准家己的厝边墨西哥，川普讲已经真侪摆向墨西哥总统施恩保姆提出派遣美军来帮助打击毒品，施恩保姆讲已经拒绝啦。Son formas de hablar del presidente Trump. Yo no creo en la invasión, no creo ni siquiera que sea algo que ellos lo estén tomando muy en serio. Pero nosotros lo manifestamos lo dijo él, varias veces en las llamadas que hemos tenido, han sido casi 14 llamadas, si mal no me acuerdo. Él en varias ocasiones ha insistido en que el ejército de Estados Unidos pueda ingresar a México. Y nosotros hemos dicho que no. de manera muy firme。虽然保姆表示讲无相信美国会入侵墨西哥，但是伊嘛佫一摆重申墨西哥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来做主，绝对袂准别国来干涉内政。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总统赖清德早起亲身接见欧洲议会今年头一个访问团，感谢因一直甲台湾相挺。另外，互中国制裁禁止入去中国的日本参议员赵平也已经到台湾。伊阁特别强调讲，台湾绝对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右手小姐问日本卫生会参议员赵平受到印太战略智库邀请来台湾参加研讨会。车到中岛到上山机场了后，发表谈话，对来到台湾是真欢喜。那么我今天能够顺利的进入台湾的国籍，进入中华民国的国籍，这就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中华民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赵平在中国出世，1988年去日本留学。了后无偌久，因为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所以决定离开中国。2007年规划日本，摕到日本的国籍。去年7月份当选参议员，而且伫9月去互中国制裁。赵平下晡嘛去日台交流协会，甲驻台代表见面。会前受访的时阵，讲到针对台湾有代志，日本敢是要出兵的议题，赵平嘛做出回应。日本会不会帮忙？因为是日本政府。那个时候怎么判断？我不能打保票说什么了。但是我是希望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能够帮助台湾。而且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会在日本的国会中呼吁，就是说日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为了深化国际交流，总统赖清德接见由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开了带领的欧洲议会议员团。总统致辞的时阵，嘛感谢欧洲议会这年来通过真侪项友台决议，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面对中国威权主义长期的军事威胁、灰色地带侵扰以及外交经济胁迫等复合式挑战，我们有非常深刻的体认，那就是除了再次印证和平靠实力的铁律。We have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latest belligerent and aggressive posture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practiced a week ago around Taiwan. 凯勒嘛强调讲，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各国以尊严通过，展现自由航行的事实。同时嘛传达唔接受任何各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管东管西，连音乐嘛要管。根据美联社的调查，中国官方当咧严格审查，禁止民众接触维吾尔族语的音乐。即阵已经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因为甲牵涉敏感内容的音乐传起哩网络，互人判3年徒刑。把板的声音配合传统的乐器，这是一条充满民族特色的维吾尔歌曲。不过，在中国新疆，只要接触这款的音乐，都可能轰掠起关。国际媒体美联社独家得到一份去年10月伫喀什的会议录音，会议上有官员警告民众，若准违法下载、分享，甚至听红插进的维吾尔语的音乐，都可能互拘留。另外，会议阁建议民众日常生活应该避免使用穆斯林常常讲的原真主保你平安，爱改做原共产党家己保庇。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eks to represent itself as the protector of Chinese Uyghur heritag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orks very carefully to make sure that nothing is expressed which could, as it puts it, damage the unity of the nationalities, or as I see it, which, allows people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中国官方列出7类有问题的歌曲，包含有宗教意涵、煽动有关中国的风声、宣扬极端主义等等。不过实际上内容讲到信仰也是爱情，拢有可能互官方扩大解读做鼓舞极端主义，可能互禁止的音乐类型是对传统的民谣到 rap 拢有，根本是包含任何用维吾尔语演唱的音乐。美联社查法官书发现，目前已经有一位维吾尔的音乐制作人，因为传包含敏感内容的音乐到云端，被判刑3年。Even for any ordinary Uyghur people, banning the language, the music, the songs, everything that represent us as people, that is devastating. It's like living dead. 包含联合国、真侪媒体甲非政府组织真侪个指控，中国官方为着控制新疆的维吾尔文化，伫当地设教育营、强迫劳动，抑佫互维吾尔人袂生，可能已经犯危害人类罪。不过中国将其尾否认相关的指控，
表示官方是咧打击恐怖主义，维持新疆的安全甲稳定。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立法院到今也未审过中央总预算案，即马传出 T-Pass 通勤月票可能会无经费通用，有估月底会有20个县市受影响。目前湘北甲桃园是打算用其他经费先来贴。捷运列车进站可以看到上下车的旅客是非常的多。其实大众运输呢，已经成为许多通勤族现在必备的交通工具。不过却传出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的经费可能面临断炊，还是会有吧。一般正常上班族可以就是不用负担那么庞大的那个通勤费用。有影响，都会搭捷运或火车，然后公车也有。那其实这样花下来是差到2倍有。大部分的使用者拢希望会当继续补助，虽然 T-Pass 经费由中央甲地方共同负担，不过中央总预算案还佫伫咧立法院卡关。交通部公路局讲，目前并无备案，估计1月底除了金门、马祖以外，其他20个县市拢会受到影响。大概1个月之后，那如果说公务局的这个预算如果还没办法拨付的话，可能相对的各地方政府的一个经费的拨付，可能会面临一些相关的一个课题。T-Pass 使用的范围真宽，亲像捷运、客运、台铁等等大众运输拢包括在内。对通勤的人来讲，会当省袂少交通的开销。中央补助若长去，每个月会冲击差不多982000个 T-Pass 的使用者。袂少地方政府已经评估启动应变的机制，可能先以地方自筹款或者是订机票的收入来贴。我们在今年已经编了11亿元。面对中央预算迟迟没有下来，我们会先行动之，按照预算法。因为今年 T-Pass 又新开创了新的路线，而且又有新的这个组合，所以都不能够原力来办理。北北基桃市府会伫12开会讨论，台北市按算以旧年春的钱加上自筹款来运用，新北市、桃园市会先摊部分的款项。台中市强调讲，地方应该负担的部分，照目前的机制继续拨补予业者。若分林县按算由县府来运用，台南市甲高雄市预估暂时会当冻1个月，台东县至少会当冻到2月份，宜兰县预估靠县府恐惊敢来当支援到3月底。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外送员专法，规定每一张订单上加拢要有45块的工钱，而且大份订单就要分开来算。外界就烦恼讲，这可能会造成店头的成本增加，最后由消费者来负担。外送员行甲真紧，要争取上短时间送餐。过去中外送员是同时间有几啊笔订单做伙送，却敢若摕到1笔外送费。即摆外送员的薪酬会正式受到保障。立法院初六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和外送平台管理法。外送员的权益都是靠着外送员的鲜血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我们真的非常的激动，我们争取了6年，总算有基本的这样子的法规可以过。外送专法拢总28条，重点放伫3大面向，除了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强化资讯透明、交易的安全和争议的救济等等，对合作商家的权益，嘛明确写出费用和抽成。针对新制特调订单基本的报酬，免得袂当比上价工资时薪的1.25倍搁较低，以2016年上价工资196块来算，换算做每分钟薪资4.1块，以这段时间平均11分来算，大条订单上价保障金额45块。当然会担心的，会叫还是会叫，就是减少那个次数而已。安全啊，各方面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笔费用，我觉得是值得给他们的。对订单上价保障 ，Uber Eats 台湾总经理李家英捌讲，现在上路恐惊互踏单的效益无去啊。另有一个店家是烦恼恐惊出现成本的转嫁。那也没办法，可能就要涨价吧。我们都有签合约，照理来说，他们要提高都要跟我们另外再签合约。对，所以那个是不用担心的。Uber Eats 回应讲尊重立法的流程，但是对外送员、商家、消费者产生连带影响。副片代表是讲会启动各项营运的模拟，而且持续和各方来沟通，因应有可能的产业变动和市场的冲击。重要的补充的一些规范的事项，我们也会在那个细则里面呢去明定。那我们会在这6个月当中呢，都赶快把这些执法全部准备就绪，完成拟定。
劳动部强调，新法会伫公布了6个月施行，较紧会同交通部含经济部这相关部会，做伙完成施行细节含处罚的制定。过程中会聆讯平台业者、外送员工会含消费部团体的意见，帮助业者依法来调整营运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头一场全球科技大展伫咧拉斯维加斯起鼓，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等是用5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 AI 自动驾驶系统，会当针对无同的状况判断安怎应对。按算伫咧今年第1季就会伫北美大成上市。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第一场专题演讲人，正是 AI 风潮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伊穿伊招牌的热裤，甲现场几百个观众，小解因甲德国免瑞的合作，伊用5年的时间打造的自动驾驶车系统平台 Alpamayo。Today we're announcing Alpamayo, the world's first thinking, reasoning autonomous vehicle AI. 舞台放的影片展示这款自动驾驶车，若拄着凶凶走出来过路人或者是车，会当看情形做出正确的判断，会当闪开、减速或者是暂停的表现拢袂歹。Alpamayo 会出现伫咧免入 CLA 车款，今年第1季会伫咧北美上市，欧洲市场是第2季，亚洲爱等到年中或者是年底。辉达是全球市值上悬的上市公司。AI 风潮的推动之下，去年10月正做头一间市值超过5兆美金的企业。不过 ，AI 消风器的记录，让辉达的股价变无啥稳定。市场人士指出 ，Alpamayo 这项新的产品是辉达转型的代表，象征辉达为 AI 晶片大厂转型，成做实体 AI 生态系统的供应商。The two best physical AI players in the world, in my opinion, are NVIDIA and Tesla. And I think this was Jensen much more on the offensive. I think last year, playing it more close to the vest, this year was a little more, I think, planting a flag when it comes to physical AI. 另外，辉达还佫推出 Rubin 晶片，这个晶片的效能比前一代 Blackwell 佫较紧5倍，互新一代 AI 的系统成本会当佫较省。嘛，等是 LG、Caterpillar、Boston Dynamics 等等合作的动画。使用 Omniverse 函式构造的机器人，市场预估，人形的机器人行入美国一般家庭的时间，会为原本的5年至10年，大幅度缩短到1年至1年半的时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